出嚟啦，比卡超！無論你係嚟自邊個年代，你嘅童年都一定有寵物小精靈嘅陪伴。雖然佢哋嘅旅程睇落好開心，但原來小智嘅配音員陳凱婷婷婷一開始都因為呢個角色有唔少壓力。機緣巧合地，因為個同事過咗身，咁公司亦都要再安排一個同事去接替佢嘅工作。咁我咁啱接到嘅啫，其實都唔係話特登即係舉手話我做，咁都有壓力㗎。其實都因為始終本身你原本唔係自己啊嘛，即係唔係自己做開嘅角色啦。咁你係接人哋做呢，其實你又驚做得唔好。婷婷同小智一樣，越強越強，跨過重重難關。但現實生活中嘅佢就只能夠陪仔仔捉小精靈啦。我自己呢就冇玩嘅，玩過咯，但係呢可能我覺得好難捉，我又彈翻出嚟，有時會好氣餒。咁但係有陣時阿仔喺度呢，我就會開俾佢玩一陣嘅。之後我有時扮嘅都會。係啊，我會做會咁扮啦，我會比卡超電光石火咁樣咯，即係我會做翻個角色俾佢聽，咁佢就哈哈哈咁度笑咯。11年嘅配音生涯入邊，婷婷做過美少女戰士，做過流星花園嘅參賽，做過天國的階梯嘅證書。不過到最後，佢都係想做翻訓練員，培訓配音新人。其實我都喺電視台都已經滿足晒我呢10年裏邊喺配音生涯裏邊好想做嘅嘢嘅啦。其實咁嚟緊呢。我自己就唔係喺 focus 喺我自己度咯，我希望我有時間咧可以訓練多少少人。出邊嗰啲咧係 freelance 嚟嘅，咁佢哋係唔會有一啲好固定嘅人工嘅，咁所以佢哋入行咧亦都會再難啲咯。咁佢哋再難啲嘅話，其實出邊要做到配音員係會少咯，因為佢哋可能要本身要放棄份正職，或者佢哋要好勤力，有日夜要打埋稿。咁其實除咗配音之外要打稿噶嘛，咁先至可以揾到我而家份嘅頭份人工，即可能係咁樣。咁所以佢哋因為開頭一定係好艱難噶啦，嚟緊嘅我希望搞多少少呢啲嘢，俾多少少機會啲新人。婷婷仲話把聲係咪好聽，只係會幫咗自己一把，但最重要嘅都係技巧。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就可以試下參加訓練啦。